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下美印貿易大風暴，話你知印度點樣喺中美貿易戰入邊左右逢源，又驚又想揾着數。開場先交代，4月21號，美國副總統范斯飛到新德里，同莫迪傾調。華府話，只要各國肯同美國一齊經濟封鎖中國，美方就可以減關稅。而家對印度暫時收10%，7月8號如果冇協議就升到26%，真係有計時炸彈咁。莫迪梗係想把握窗口期，同美國歐盟快手簽協議，但中國唔啱聽，即刻放話，任何以中國利益做代價嘅協議，中方一定還拖。咁印度就好似企喺兩塊熱瓦上面，兩邊都想攬，兩邊都怕燙。范斯喺印度期間講到好 grand， 美印合作21世紀就天下太平，合作唔成全人類黑暗時代。仲強調唔要代工轉口站，即係警告印度唔好幫中國兜個圈出口去美國。講到實際，印度出口美國好多貨都靠中國零件，例如製藥業有70% 原料係中國，智能手機就更加，零件大把中國製。特朗普而家暫時豁免手機關稅，但隨時翻面加稅，仲叫蘋果搬翻去美國做 iPhone。特里智庫專家話，一切呢要睇美國點寫原產地規則，印度貨入邊要幾多% 本地料先算合格。講真，短期要印度脫離中國供應鏈，佢直頭講10年都未必做得到。本來印度想學中國80年代招數，俾中國公司入嚟設廠，但係印度要控股攞技術，又保住主導權。Vivo、匯川、協鑫都入咗場，不過比亞迪10億美金投資就俾印度政府 cut， 怕嘢特朗普不快。咁轉向美國係咪就冇事？又未必。如果美方要求開放農業市場同巨企壟斷嘅電商市場，印度內部一定嘈到拆天。再加特朗普收緊移民政策，印度 IT 人簽證又唔見得放。總結，印度想食兩邊茶禮，摸美國市場同技術，又唔想得罪中國供應鏈。但兩大巨獸打交，中間人肯定企得辛苦。莫迪要喺主權、產業同地緣之間跳 tango，隨時踩親自己腳趾。中意咁嘅地緣政經速食分析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撳鐘仔，留言同我講下，你覺得印度最終會靠向邊邊？下條片再見。